高雄市九如路有一栋古色古香、极具客家特色的三合院古宅，夹在大楼大厦当中，显得特别的。这栋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就坐落在繁华的高雄市的闹区，也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的旁边，就在交通繁忙的九如路上。尽管呢周边已经盖起了大楼，有50几年历史的老房子呢，还是保持客家传统，就像是正厅中央供奉着祖先的牌位，而一旁的黑色令旗呢，正是从义民爷庙请回来的义民爷的神尊。而原本极尽清幽的客家三合院呢，最近突然热闹了起来。原来他有新的任务，成为客家联盟为客籍候选人设立的联合服务处。主人说呢，配合客家同乡的决议呢，才把老房子当作服务处。过去有很多那个日本观光客，他们经过这边的时候会临时会下来看。其次呢，就是一些那个幼稚园的老师会带小朋友来参观。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潮，再加上现场声势浩大的热闹表演，更显示三合院广场容量之大，在都市丛林中呢，更显出它的特别和珍贵。民视新闻李惠美、蒋宗贤、吕连显高雄报道。行政院客委会明年将要成立客家电视频道，让观众了解客家文化。在锣鼓乐声的伴奏下，活泼逗趣的采茶戏开演喽！摇滚动感的山歌也搬上舞台，展现出新时代客家曲风。透过媒体发扬客家文化，是行政院客委会的首要任務。特別我要提防嘅一個介紹，我要各種文化之美，戲劇、音樂、建築、文學、人物，等等。明年3月將成立的客家頻道，將有助於2008年新客家運動的推行。2008年嘅新客家運動，伊個就講再現客家，再現客家就本看唔到嘅客家人出來，係伊個就講法律客莊，法律客莊就講已經老化嘅客家莊頭，我本期在年輕。豐富多元的客家節目。全方位的客家文化統融在客家頻道裡，明年3月的成立將指日可待。民視新聞何乃強、陳小青台北報道。苗栗聯合大學將在明年誕生，客家研究所也隨即成立。為了凸顯苗栗客家莊的特色，校方在新校區裡將客家建築跟科技概念加在一起。客家圍樓、客家圓樓，大路前方還有大學池。這些傳統的客家建築即將成為學生上課的環境。這個校園的模型是聯合技術學院在明年即將邁入國立大學的重要里程碑。我們也當然會把台灣的這種典型的客家建築搬到那邊去，因此整個校園會呈現出一種跟別的學校、跟全世界任何學校都不一樣而很有特色的一個客家氣息的校園。除了硬體設施之外，客家學院的誕生則是聯合大學的另一項重頭戲。研究所係客家語文研究所，到老年嘅社區發展研究所。那學系係鄉土語言與傳播學系。校長表示，聯合技術學院目前正和交通和中央2所大學建置客家大學網絡，學生可以透過網絡選課互修學分，達到3校合一、教育資源共享的目的。民視新聞何乃強、陳小青苗栗報道。